車台灣看世界，來看伊朗針對着中東的能源繼續發動攻擊，大大衝擊着市場。國際能源署來宣布，要釋出着4億桶的原油，這是創下着史上上大規模，希望會當來壓制着石油起價。不過伊朗來嗆聲，講一定會讓國際油價一桶起到美金200塊。We have breaking news right now. Dramatic new video into Outfront showing the moment an Iranian drone hit a fuel storage tank at a port in Oman, causing a massive explosion. 伊朗針對原油佮發動攻擊，阿曼政府將證實有查到國內台無人機，驗過阿曼的塞納來港的原油儲存設施，有緣去互無人機拍到，造成2個油槽導火。伊朗針對中東能源的攻擊是一波接一波，國際能源署關鍵叫成員國提出戰略度比。Our countries will be making 40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vailable. I repeat, 40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vailable to the market to offset the supply lost through the effective closure of the strait. 國際能源署將宣布同意釋放出4億桶的原油，這是歷史上上大規模。更加是2022年烏克蘭加俄羅斯戰爭期間的2倍，就是要穩定市場。是講和中東原油供應所受到的衝擊來比，這波石油有敢若無咧，市場無啥反應。今仔日個國際油價甚至去超過8%，無論着原油一桶起到100塊美金，西德州原油一桶是起到95塊美金，是講川普有信心油價會落。Bu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coming back down, and it's going to come down. But we're not leaving until that job is finished. 這波石油的成員國包括着日本、德國、英國跟美國，其中美國將會提出1億7200萬桶，預計要120天就發到全部投入市場。雖然國際能源署積極要穩定市場，不過伊朗也強調講，要讓1桶油起到200塊美金。و انرژی را با تنفس مصنوعی پایین بیاورید که با گسترش جنگ در منطقه اعلام کردیم. 自2021年烏克蘭加俄羅斯戰爭期間，國際能源署石油的效應來看，當時油價顛倒去20%。CNN 報道，金融服務業者荷蘭國際集團講，敢若挑戰才會當真正解救油市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